来愈挖近台湾，都惊过来发生着饮水积水的灾情。高雄市区日透早，都动员真侪人来清水沟。这个屏东垦丁南湾迄块地啊，嘛开始来透风咯。早起的8点，气象局来发布着海上警报了后，这个沙坡就禁止游客来进入。另外，屏东往回着东港甲琉球的东流线，早起日透早，游客也是真多。更好，有台风更好玩啊，还可以多玩一天。游客真欢喜，行李赶来要去小琉球佚佗。屏东东流线码头有真侪游客，敢若拢唔惊剧烈风台惨手要来啊！没有，我们做好那个下礼拜才回来的心理准备。虽然讲游客袂烦恼，不过剧烈风台威力袂使看轻，有人已经咧传民生物资啊。准运业者公告讲，明仔载停航一天。如果要恢复航班正常呢，我们初判可能会在礼拜1是比较稳的。另外，伫屏东的南湾中昼开始风就加真透，海边也拢无人，因为中央气象局发布海上风台警报了后，游客就袂使过入去啊。封锁会差上面的红旗，禁止戏水，然后禁止做水上活动，也跟按钮区禁止入水的地方。高雄卫生局人员请假伫高雄的街路清水沟啊，派出1600个人加抽水机，要将风台可能带来饮水情形降到最近。比方说里面是不是有一些泥土块啊，或是有一些民众随意乱丢的垃圾，造成堵塞的情形。趁秋风台要来啊，各地拢正谨慎开始准备防汛的措施。中央气象局呼吁乡亲，针对这摆风台，千万唔通无要无紧。